后来就惊这个房地产上热，政府这阵啊真侪动作。中央银行都有总裁杨金龙全新开记者会，宣布到4大措施要来压制房价。建商是认为讲，这个政府下手伤重咯。中央银行伫个12月初7，正罕的见由总裁杨金龙亲身召开临时记者会的通知，伊现场宣布4大限制措施，包括公司法人若要买厝头一间贷款的成数限制是6成，若自然人要买第3户限制嘛是6成，要买第贷款限制贷款6成5。另外，不管是自然人或者是法人，宽限期间原来会变较少，而且部分区域马上生效。我觉得啊，这一波还算是温和。经过这样很周延的一个讨论以后啊，我们提出这个方案，然后呢，来由理事会来追认呢，我想呢，应该是很合适的。对伫中央银行后壁，金管会原来出手了，宣布启动不动产专业检查，将中央银行相关的措施要纳入检查的重点，要让银行的业务更加健全。我们一直跟政府建议要尊重市场机制。昨天的这一颗原子弹将会对房地产带来冲击。很明显的，在最近这一阵子，应该整体的买气呢就会明显趋缓。不过卖厝的中人咧讲，这一波的政策，若是买厝要家己住的人影响并无大。中央银行即马出动招，希望会当让台湾想要买厝来住的人，人人拢买会起。